苦路14站，第3站，耶穌第一次跌倒。耶穌第一次跌倒，引用咗以賽亞書53章4至6節嘅經文。呢段經文深刻描繪咗耶穌作為受苦嘅僕人嘅形象。佢承擔咗人類嘅罪孽同埋痛苦，佢並非因為自己嘅過錯而跌倒，而係因為佢甘願承擔我哋嘅軟弱同埋重擔。耶穌嘅受苦並非徒然，佢嘅犧牲為我哋帶嚟咗與神和好嘅平安。佢嘅刑罰係我哋得救嘅根源，使我哋從罪嘅捆綁中得釋放。耶穌嘅鞭傷唔只係身體上嘅傷痕，更係佢為我哋靈魂得醫治所付上嘅代價。佢嘅受苦使我哋從罪嘅傷害中得醫治，並且恢復同神嘅關係。佢第一次嘅跌倒，也許象徵着佢嘅脆弱同埋無助，亦都讓我哋見到佢最真實人性嘅一面。佢係神，但係佢亦都係人。當佢跌倒嘅時候，正係我哋每一個人喺生命低谷中感到無助、疲累，甚至想放棄嘅時候。佢嘅跌倒唔只係身體嘅跌倒，更係情感嘅絕望同埋掙扎。但係佢並冇放棄，佢再一次企起身，繼續向前走去完成神嘅託付。耶穌嘅跌倒同埋站起，對於我哋每一個人嚟講，都係一種深刻嘅鼓勵。佢話俾我哋聽，無論我哋嘅際遇有幾咁困難，幾咁無助，我哋都能夠再次站起來，繼續向前走。因為有一位曾經為我哋承受過無比痛苦嘅耶穌，為我哋指引住希望嘅道路，並且賜俾我哋力量去面對。耶穌喺苦路上嘅跌倒，讓我哋知道喺我哋跌倒嘅時候，佢完全理解我哋嘅處境。當我哋喺生活中跌倒嘅時候，會唔會願意嚟到耶穌面前尋求佢嘅幫助同埋扶持呢？我哋又願唔願意去效法主耶穌基督，以同樣嘅憐憫去扶持嗰啲跌倒嘅人呢？